6号伫土耳其南部地区发生7.8级大地震，造成土耳其甲叙利亚两个国家重大伤亡。我国除了捐赠200万美金赈灾，也派出国际搜救队前往抢救性命。为了会当帮助到这灾民，台湾守庙天坛经过董事会开会讨论后，决定结合信众的爱心，捐出500万协助救灾。谢谢。土耳其发生世纪的大震灾，那起先看到土耳其，我们在921的时候，他们是第一位来台湾参加赈灾的国家，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感恩图报。这次呢，我们看到土耳其这次赈灾有死伤上千上万的人，天坛呢，我们认为我们这个能力可以尽一份之力，我们那个一些信众凭此的捐献，捐给政府，把这个爱心呢传到土耳其。除了这500万，台湾守庙天坛副董事长左永松以及董事长徐国润，更各自加码10万块，和这笔来自台湾守庙善款增加到520万。全体的董监事决议要捐个500万，另外呢，我也捐个10万，我们董事长也捐个10万，总共加起来520万。刚好520。台湾守庙天坛爱心公益不遗日，除了每档发送400多万的清函奖助学金，400多万绿色自强号岁末慰问金，并每档固定关注社会局200万，作为绿色家庭团体急难救助使用以外，今年疫情，敢若是捐予台南市政府防疫经费以及物资，就近1000万。离每一次国际上的大灾难，天坛也拢伫咧第一时间发起响应支援。庙方强调，这是因为有西方大地的爱心，和天坛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尽一份心力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